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今天看几篇报道，因为是清明节假期，关于房地产的新闻政策不是很多，但是有几篇报道还是不错的。这个上海都市圈网转发的中国经营报的一篇文章，它是介绍黄户楼市一个情况，标题叫黄户宠儿光环不在，上海都市圈南通楼市何以止跌。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到了北京和燕郊的关系。上海和南通之间的关系我想跟北京和燕郊的关系有点类似吧。因为都是靠着这个一线大城市。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作为黄户城市，上海都市圈南通市曾是房地产投资界的宠儿。2022年之前千人窑日光盘频现，但此后随着整体市场下行而降温明显。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主城区的绿城桂屿朝阳正是诞生于这一时间节点。2022年拿地楼面价为 1.15 万每平米，2023年开盘备案价最高超 2.5 万元每平米。如今一期项目已经交付，但二期小高层价格已经跌破 1.6 万元每平米，整体去化率才刚刚过半。我感觉这个不算太惨，好像恒大在南通那儿，就是挨着上海边上，不有什么超大型的一个住宅项目，也不知道现在卖成什么样了。文章说它这正是南通楼市的缩影。据新知南通研究院统计数据说，2025年3月说南通市区在售主力新房项目有53个，共计成交备案约409套，环比下降 14%， 同比下降 26%。 截至2025年3月底，南通市市区新房库存9866套，按照近12个月的月均备案套数估算，最新的去化周期约20个月。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发现，在位置更为偏远的金沙湾板块，有些项目新房售价甚至已低至拿地楼板价。前一阵子南京不有个项目吗？它那个房价居然比它那个楼板价还要低，出现了面包比面粉便宜的反常现象。值得关注的是金沙湾板块还有14宗已拍未入市地块，土地面积共计约83万平方米。他说，若这些存量房源逐步加入价格战，无疑将对板块去化带来进一步冲击。他说，过去南通楼市火爆，除了投资属性较强外，还在于上海市限购政策严格，很多年轻人不得不涌入周边城市买房。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南通市在消费端出台的楼市政策已经比较丰富，后续应在供应端继续发力。对于去化特别困难的板块，地方政府应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源，并加快盘活存量土地。这我想起了这个燕郊的楼市恐怕比南通还要惨呢。他说的是黄户这些城市，那黄金应该恐怕跌得更厉害。大家别忘了胡一静老师在通州的对面河北大厂还买了一套房，现在已经成了痛苦的回忆。互联网上兴起的免费送房，只要你把贷款接过去，就把房子免费送给你。这个最早兴起就在燕郊，也就说明燕郊多惨吧。这个叫绿城桂屿朝阳项目置业顾问钱鑫告诉记者，他说项目目前主推2期16号和21号两栋楼，以21号楼一套约129平方米的房源为例，备案价高达280万元，单价2.17万元每平米。如今各种优惠叠加后，总价仅204万，均价为 1.58 万元每平米，已经跌了不少了。按现行政策，南通市购买首套房最低首付只需 15%， 这套房算下来首付最低只要不到31万，现在直接优惠约76万元，相当于打65折，降价幅度比2个首付还多。开发商已经让利非常多了。这个中介感叹道在房价打骨折背后，绿城桂屿朝阳项目开盘时间已久，时间拨回到2022年1月，绿城中国占股60%，联合当地国企南通天阳置业和南通天一置业，以底价约 13.34 亿元摘得地块。据悉，上述地块土地面积 6.83 万每平米，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成交地价19521元每平米，成交楼面价11483元每平米。房屋备案均价是精装房现价是25500元每平米。2023年南通楼市降温明显，
这个时候该项目正式入市。当年5月，记者曾调研发现，该项目共计869套房源，户型为109到193平米。当时18层小高层房源均价23513元每平米，11层洋房均价25271元每平米，整体优惠6%。但这样的折扣力度并没有打动太多购房者。据悉，入市2年多时间以来，绿城、桂宇朝阳已从期房熬成现房。1期项目已于2024年11月交付，2期项目主体全部建设完成，并进入了内部装修阶段，但整体去化率才刚刚过半。你看，这就是网友说的，再等一等。你当时他开盘的时候你就买，和你再等2年现在买，那差价就是这么大，没有办法。而且你现在买还是新房、现房，这就是我们当前房地产的一个现状。所以韭菜他就得等，越等价格越亲民，越等越有惊喜。他说今年上半年南通市还有1.5%的购房补贴，看房者也多了起来。3月份大约成交了30套。说二手房市场低迷也给绿城、桂宇朝阳项目泼了一盆冷水。南通市房地产中介人士李维告诉记者说，2025年2月，绿城、桂宇朝阳首套二手房成交为129平方米的高层3居室房源，挂牌价220万元，最终以196万元成交，成交单价仅1.5万元每平米。不仅远低于项目1期新房成交均价，也低于2期在售新房优惠后的价格。你看看，你要想把它卖出去，你就是便宜。那么这个人买这个房子一卖，这直接就亏几十万了。绿城、桂宇朝阳还有没有更大的降价空间？李维表示在一般的住宅产品建造成本最低需要4000元每平米，精装成本约为1500元每平米。大家把这个数记住，这就是个概数，大概这么一个位置。建安成本4000，精装成本1500，这个上下浮动大不了多少。这就是你算你们的当地的房子它的成本价，你再加上土地的价格，所以你那个房子该多少钱？当然有的西部县城，它建安成本就没有4000，精装也不会1500，稍微便宜点。你看这个地块的楼面价11483元每平米，即使不考虑资金和人力成本，该项目均价需要卖到17000元每平米才能回本，项目肯定是在亏本卖。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回款。南通楼市现在非常市场化，政府对于企业定价和营销行为不会过多干预，我们也拿出了能够承受的最低价格，唯一还有额外优惠的备案价每个约20万元的车位，预计将降到11万元以下销售，也就是20万的车位11万给你。这个我告诉你，不一定有人买，车都不买，买车位干什么呢？2025年以来，说上海市、杭州市等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地王频现，楼市也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但南通市作为3线城市，尚未见到小阳春的曙光，不少新兴板块甚至出现了面包比面粉便宜的现象。这个南通的通州区金沙湾板块便是典型案例。记者梳理发现，过去5年金沙湾板块共出让16宗地块，目前仅2宗地块入市，分别打造为万科、燕宇光联和东石区项目。其中万科地块2021年成交总价17.33亿元，楼面价达9339元每平米，溢价率达到了15%。据南通万科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万科燕宇光联销售均价1万到1.2万元每平方米，部分低层房源均价低至9000余元每平米。万科燕宇光联当年顶着现价1.9万元每平米的光环入市，2023年下半年折价后降至1.4万元每平米。该项目之所以一降再降，主要是项目占地超10万平方米，27栋住宅，近1600套房源，庞大体量难以在短期内消化，房地产市场下行加剧了购房者的观望情绪。这类位于城市新兴板块的大盘，主要受众群体是非本地居民，但这类板块导入的产业有限，从而导致商业、医疗等配套都停留在纸上，而难以快速落地，这个进一步加大项目去化难度。卢云熙进一步表示，他如何消化如此大的存量，无疑很难，稍有不慎还将对板块产生一定进一步的冲击。面包比面粉便宜难题需要当地政府助力，一方面停止板块的土地供应，并推动政府收储，将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另一方面可以使用专项债券回购存量闲置土地。典型的拉出去的还要吃回去，这怎么可能呢？高价卖出去了，把开发商给套住了，你现在也要把它高价收回来，给开发商解套，怎么说都比较难。这个就是黄户宠儿难出目前房地产现状。
实际上不光是南通，所有的一线城市周边的楼市都差不多。现在上海、北京还有限购，所以这周边的城市还有一丝喘息的机会。一旦北京、上海放开限购，那你说周边的楼市它怎么办？刚才也说了，跑南通买房的很多都是上海的年轻人，他没有买房资格，所以被迫在南通先买一套。燕郊也是这样的，在燕郊的买房的人里，那都是在北京上班的，他是被迫跑到燕郊买房，因为他在北京买房他没有资格。那你一旦北京全部放开之后，必然有大量的人放弃燕郊到北京买房。大家记住了，北京是北京，虽然这隔着一条河，那就是两个地方。我想南充和上海也是，所以说上海、北京彻底的放开限购，燕郊、南通它的楼市彻底没得玩。地方政府如果把土地收到手上，那以后卖给谁？地方政府卖这个地赚的钱早就花掉了，修路、搞城市建设、发工资。这回你让他贷款借债，再去把开发商的地买回来，那债怎么还呢？已经在南通、在燕郊这些还金还户买房的人本身恐怕就要承受这个房子贬值的这种压力，腰斩以后还有腰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最近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确实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动荡，美国股市首先体会到关税大棒的厉害。那国内现在有一种声音说，因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外贸会更加艰难，这个世界全球化恐怕要逆转。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人他认为我们的房地产也要涨了。为什么？因为以前靠外贸，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你经济要增长怎么办呢？把房价拖起来。最近这种说法比较多，认为政府也要回到炒房的这个老路上。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浅显。首先，这个房子涨不涨不是取决于谁的意愿，而是跟韭菜的收入有密切关系，跟韭菜的预期关系更大。如果韭菜收入不改变，韭菜的预期不改变，这个房子是涨不起来的。这个逻辑就像恒大爆雷以后，网上一片叫嚣，就是股民狂欢。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房地产不行了，房地产作为居民财富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子，这个池子漏了，不行了，那么这个钱、这个水必然就要流到股市，所以接下来股市就要暴涨。大家还记得恒大一爆雷以后，那些金融消费者天天宣传的就是股市必然要涨。股市涨的理由有两个，一个就是它的蓄水作用，它要从房地产手上接过这个大旗，成为蓄水池。第二个，只有股市涨了，韭菜才有钱去消费。这不仅是金融消费者是这观点，很多专家也是这种观点，认为股市必涨。3年半过去了，股市确实也涨了一点，对吧？以前是3000点嘛，现在3300点。你要说没涨也不对，但是这个涨了300点，金融消费者满意，达到目的了没有？显然这个逻辑不成立。他以为股市跟房地产是跷跷板关系，对吧？房地产下去了，股市就起来了。这个想法。第二个说法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说我们的人民币要贬值，说要造成通胀，房子要涨价，买房子是为了保值增值。但是很多自媒体、很多 UP 主都在这个论调。现在小半年已经过去了，请问水在哪里？房子价格涨了吗？现在又出来这个论调，是什么？因为贸易战，外需不行，就是外贸不行，那就内需。内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房价搞起来。这个实际上是想多了。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现金给存住，现金是保你命的。如果外贸不畅，那我们的产能更加过剩，有更多的人要失业，更多人没有工资，更多的人被迫把手中的房子卖掉，他需要现金，他那个按揭贷款买的房子他还不起，他已经没工作没有收入了，大量的房子要抛售，如果你不卖，法院银行帮你卖。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房价还要涨，远的人口在下降咱都不说了，就说现在这个形势你怎么涨？我们再看一篇报道，这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说物业费在大降价嘛，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觉得物业费是最后的堡垒感觉物业是旱涝保收，反正它是你每年的物业费你少不了。我们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是怎么说的，他说全国近100个住宅小区正在同步上演相似剧情，一些城市的物业费正在经历少则10%，多则50%的下降，这被视为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压力传导到物业服务市场。自去年年中以来，以城市为单位的物业费降费先后席卷重庆、武汉等城市，再加上兰州、长沙等城市进一步明确控制房屋物业费减免政策，物业费下调似乎已经形成了趋势。高企的物业费可以被视为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时代的后遗症之一，而降费只是纠偏的开始。这场涉及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调整，正在重塑物业管理行业的底层逻辑。风暴从城郊刮起，他这个文章就罗列了从重庆开始到武汉到上海，
很多小区怎么样跟这个物业去维权，要求降价，不行的就换物业。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专家的说法，说降费潮是短期的，最终市场一定会得到平衡。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物业企业最终仍需盈利。他说，在市场寻找新平衡的过程中，降费可能并非唯一的趋势。今年上海的物业费甚至可能会迎来一波上涨。过去，上海一些区对于服务老旧小区的物业公司有补贴，通过设定一些比较容易达成的考核目标，给予物业公司奖励。但是随着财政紧张，类似补贴将在今年年底取消。对于一些物业费只有 0.8 元每平米每月的小区而言，因此可能面临资金缺口。而为鼓励小区上调物业费，徐汇区甚至出台涨多少补多少的政策。在他看来，物业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这不光体现在业主没有话语权的前期物业阶段，一些一线城市小区已经习惯于依赖政府补贴，政府应当适当放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民法典呢，业主是物业管理的责任主体，如果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差到极致，一定会有业主站出来干预，从而形成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现实情况是，政府往往会介入一些物业费较低的老旧小区，甚至导致一些小区，特别是位于一线城市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业主成立委员会都不如拨打12345有效。近年一些城市中心城区小区出现物业公司丢盘弃盘现象，即物业公司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选择撤场。对于这些被丢盘弃盘的小区，地方政府往往会让国有物业公司进场进行兜底服务。韩冰认为，丢盘弃盘也是市场化行为，业主在频繁更换物业公司后也会理解较低价格难以请到优质物业公司提供服务，从而倒逼供需双方形成新的平衡。政府应该创造环境，让项目加速流转。专家认为在降费潮的影响下，物业企业可能首先会主动推出不盈利或盈利差的低效项目。北京一家国资背景的物业公司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称，公司本计划在今年2月底服务合同到期后撤出一个北京本地小区，到期撤场的决定在去年年底便已做出，因为项目存在亏损。亏损的原因是物业费收缴率较低，但是由于新的物业公司始终未能选定，经政府等相关部门业委会与公司沟通协商，公司撤场时间特意推迟1个月，而新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物业费仍是 1.45 元每平米每月。在保障价格透明，而且业主更换物业公司足够便利的情况下，物业费应该交由市场调节。关于物业费，确实是供需双方提供服务的一方和业主一方应该是协商，然后参考市场价，这是一种交由市场调节的行为。谁也不能做亏本的买卖，物业公司如果不赚钱，他赔钱，那他大可不干，走人。如果业主认为你这个物业服务不值这个钱，那就要求降低物业费，要么你提高服务，要么降低物业费。降低物业费达不到，那你就走人，他再换新的物业公司。实际上是业主业委会跟物业公司之间一种博弈，参考市场这种调节。那政府要做的是什么？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业主能够方便的，没有什么太多障碍的去更换物业公司，让更换物业公司变成一个公开透明。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有的物业公司想撤的撤不出去，对吧？物业公司早就不想在这干了。这点有的老旧小区本来这个维护成本就高，事儿又多，赚不了什么钱，但物业公司也不想干，确实在赔钱，但是他也撤不走。有的小区钱多，你想有的新小区里面就是广告位、什么停车费、杂七杂八的收入，恐怕比物业费还多啊。理论上业主可以花更少的物业费，享受更高的服务，但是这些物业公司它就是叫鱼肉业主，业主想把它换不掉。有的是物业想撤不走，有的是业主想把它换掉换不掉。这个原因怎么导致的？恐怕跟政府，对吧？跟地方的这些这个叫居委会或者街道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政府在物业费、物业管理这块应该把这些捋清楚，让这个业主跟物业之间能够真正的做到平等协商，大家都是民事主体。如果能够做到平等协商，那物业费涨还是跌，交给市场说了算。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